好来，乡亲啊，我来看这个大甲妈的市景。昨深夜11点外，来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来安坐，现场是人山人海，一大批的信众要抢望妈祖的金身，要来求平安。阿公新港的奉天宫，这2天来参拜的信众是有25万人。早起的8点来举行着祝寿大典，信徒是祈求妈祖保庇，解除大患，解除疫情。阴暗11点，大甲妈就要起驾，登去镇南宫咯。暗时要11点，无人感觉真忝。信徒摕手机啊，甲妈祖到新港奉天宫安坐，现场拢是人的画面翕落来。上万位信徒想要望妈祖的金身，大家拢想要求平安。嘉义县长王江牛嘛，和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做伙举香参拜，祈求台湾会使赶紧落雨，解除可患。大甲妈祖伫新港绕境活动到今已经有34年的历史，拢无停过。不过去年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延期到6月举办，今年如期举行。今仔日奉天宫会举行祝寿大礼，了会一直到云林福兴宫、中华宝岛、den安宫、天后宫。拜六会伫清水调行宫，礼拜就会登去到镇南宫，结束9天8暝的进香行程。